見到一個留言咧，佢真係以為有柴灣電影會呢回事，話自己好可惜錯過咗呢件事。哇！你真係將一個虛構嘅事情拍到好似真實咁，令到柴灣嘅居民都 confused 咗，以為係哇，原來當年有啲咁樣嘅電影會㗎。哎呀，真係錯過咗，好可惜。其實呢個真係好犀利。柴灣電影巴士咧，都係由我童年累積嘅一個元素嚟嘅喺我心裏面。點解呢？因為我細個住柴灣啦，咁成長嘅地方都係柴灣。咁巴士呢，就因為我爸爸係巴士司機，電影就後來自己讀電影啦，好中意電影，咁就學電影，咁想做導演咁樣。咁呢幾樣嘢呢，就係陪住我成長嘅重要元素。咁我最想拍咩呢？其實係自己最直接最關自己事嘅嘢，咁我就揀咗呢樣嘢啦。咁就係希望有個地方叫柴灣電影會，即係呢個就收埋喺心裏面。但係咧，其實就冇呢個地方嘅。本來咧個主角係女仔嚟嘅，咁點知佢一抽咗4條仔出嚟？係啊，你話佢嗰下係咪我個劇本冇啦？點算啊？點行落去啊？呢件事我而家諗翻，所有嘢都好好，因為你即係一個小男孩成長緊，有一啲夥伴一齊嘅。咁我見到佢哋 Charming Way 幾個人，咁我就將佢哋變成一個巴交4子咁樣擺落去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巴士，去到咁上下一大咧，發覺我中意巴士還中意巴士，但係我都想做其他嘢喎。係啦，咁就係明偉嘅本人。今次係透過呢個 project 係接觸演戲啦，例如打戲啦，我哋有武打場面啦，仲要喺個巴士咁窄嘅地方啦，咁就係揾到我哋原來都有搞笑嘅一面，有好多鏡頭背後見唔到，我哋有武術指導啦。之前讀得點好都好啊，你上到巴士嘅另一個境況啦嘛，咁架巴士真係要嚟到先知啊嘛。咁你諗下，有2個病咗嘅演員，然之後佢會即刻吸收啲嘢，到底係要點做呢？咁其實嗰下都好緊張。武術指導就都帶咗好多人嚟，基本上佢哋幾個人要打嘅呢，都每個人隔離有一個副動作指導，咁所以其實都塞滿晒車廂㗎嗰晚。最深刻都係喺嗰個巴士上層咁樣，即係同各位街坊啊、眉姨啊、陳伯啊咁一齊去，即係去搞一個叫歡送會啦，即係柴灣電影會嘅歡送會啦。即係嗰一幕係幾 touching 嘅，對於我嚟講。導演呢度都好聰明啦，即係都係攞一啲真實嘅一啲即係類似比較真實嘅片段啊，真假咁串連埋一齊。就算啲人嘅訪問都真係好有人情味啊，同埋覺得佢哋好真啊，唔似演緊啊咁樣，係偽紀錄片嘅感覺。我自己好中意，咁個旋律呢係好聽啦。我哋自己有份跟後期嘅所有人啦，即係無端明日再不一樣咁樣，即係好有得唔得？幾好聽喎！好似巴交4子走出咗現實世界啦，咁會唔會喺 band 房裏面重遇，然之後再唱呢首歌呢？咁樣咁你會見到依家公開咗嘅嗰個 MV 就係源自於咁嘅概念咯，同埋我哋希望佢延續性強啲啦。睇完套戲又可以再喺度睇下一啲柴灣風景啊！我希望大家就明白消失一定係必然嘅，咁大家呢，要重拾翻儀式感咯。即係好多人就係我唔捨得或者點，咁唔捨得又點啊？佢必然係咁嘅，因為呢個係循環嚟嘅，即係生命循環，即係好似柴灣電影會咁啊。其實佢得翻幾丁油，咁你每日開燈仲播電影都冇人睇你，咁我哋點樣講拜拜呢？即係呢個就係希望柴灣電影會提供咗個方法，就係即係後生嘅朋友咁啊，可能為老人家做多少少，幫大家有一個儀式感咯，即係留住一個難忘嘅回憶咯。唔係放棄啊，係啊，係揾另一個方式重新開始。係重新開始，係。